但是近年來，積極委託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來建立食物愛心銀行。25號上午，第5分區關閉分行佇高雄市社會福利慈善總會承接服務，有濟濟民代貴賓的見證，正式開幕，讓民溫馨。台南市政府在不在？原來是一個據點而已。那現在我們關廟地區呢，因為服務的人數還是持續在增加，所以我們就是把它變成一個分行來服務。那我們這邊還有我們的冰箱那以後有一些冷凍食品的話，那就可以服務民眾。透過政府甲民間協力，就是要讓家庭突然間有變故，或者是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勢，會當提出申請，透過點數來兌換所需要物資，彌補欠缺的減輕負擔。有委辦不同的那個慈善會啦，或者是一些愛心協會，那裡面都會有專業的社工還有督導，會來針對來申請的民眾做一些資格上面的審核哈。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民眾，都歡迎不要客氣哈，都到各分行就近的各分行去申請我們的食物銀行。高雄市社會福利慈善總會在去年承接以後，嘛感受服務案件對10案增加到60案的需求愈來愈大，所以嘛引進行動物資車的服務模式，透過定點巡迴發送，讓偏鄉民眾會當揀因所需要的，嘛讓送物資不只是援助，而是真正的尊重甲陪伴。它可以讓民眾有尊嚴式的選物。因為過往我們會認為說物資包送到家，但它就少了選擇的機會。今天透過我們行動物資車，它可以針對它所需來挑這些物品。對，那我們這台物資車可以到山區、到巷弄也都有。那這台車是社福總我們自籌的，也就是說在跟市政府合作的這個過程中，我們去把這個服務做升華。就表示未來嘛將持續結合民間力量，擴大服務的自駕量，落實在地化關懷。台南新聞，阮子採訪報道。